菲律賓人真係好鍾意食飯。菲律賓人平均每日食約330克米飯，而中國人即係約200克。呢個差距其實反映咗米飯喺菲律賓人生活中嘅重要性。喺菲律賓，米飯唔單止係日常食物，佢喺好多節慶中都有特別嘅象徵意義。例如喺豐收節期間，米飯就係慶祝豐收同埋感恩自然嘅象徵。家庭會準備大量米飯，同親友一齊分享，象徵着富饒同團聚。另外喺聖週期間，米飯亦係重要嘅祭品，家庭會以米飯嚟祭祀祖先，表達對祖先嘅敬意，祈求家庭平安同繁榮。米飯喺呢啲場合中，不單止係食物，更加代表着文化同信仰。而喺婚禮上，米飯更係象徵祝福，新人會互相撒米飯，以祈求未來生活美滿同富裕。米飯成為祝賀同幸福嘅象徵，連結着家庭、社區同傳統。所以，對於菲律賓人嚟講，米飯唔止係餐桌上嘅食物，它仲承載着深厚嘅文化同情感，令每個節慶都更加有意義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米飯喺菲律賓文化中嘅重要角色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like同 share啊！